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大家出去了的时间，会唔会先做一下功课，看现在了有冇个好事好搞的地方呢？也係講大家冇時間好準備，直接去搶人偷懶一下。其實兩種方式也都幾好哦。搶人偷懶嘛，更加可以幫自己出去撈料的內容更加的豐富哦。今日我哋都有請一位菜碟好朋友，基本上係一位偷懶先生，對細細8歲的小朋友到7、6、8歲的阿公阿婆，全部係佢嘅粉絲哦。樣板佢嘅偷懶會安厲害呢？佢嘅偷懶有樣板準備呢？今家我哋有請佢來同大家分享一下，順勢紹介一下綠隊還有哪度特別的地方可以去交流的喲。馬上來歡迎我哋宋子豪宋先生。感謝主持人高本以及電視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歡喜今日來上這節目，我係來自屏東綠隊客家文化的文史工作者宋子豪。哇，宋先生，老師歡迎哦。老師，我第一講做一個偷懶的時間已經幾久了嘛？吼，你老師，你做一個工作呢，係同之前自己學的，也係同之前的工作有關係嗎？是完全冇關係哈。冇關係哦。哎呦，你老師用辦法有想講來做一個工作呢？我本身學一個電子工廠的吼。提一個科學儀器公司，就會做一個工程師。做幾年之後呢，我講面對一台機器是一個功能彬彬的一種工作，唔係自己幾喜歡。後來都辭職從事一個文化一方面的工作。到2000年的時間呢，對一個客家文化。有受到一個社會的一種的初衷，接下來也中央又成立一個客家委員會，所以我也聽一個局部又加入一個客家的社團去學習一步一步來我也幾好安尼交流所以都會下鄉去綠隊一個客家鄉鎮地區太極西方專業的地區。去做一下田野調查，有看到裝備呢推電大家招呼啦，都推電閒聊，會問一點幾多一點當地的事情啦，都慢慢的去熟悉，也就幾多資料，都順便還可以做討論介紹的一個內容。哇！安尼老師唔單止做一個功課，可以自己去翻書，還自己下鄉去做田野調查。不過我記得講做一個田野調查的時間，我哋會行啲人家錄下啲位去嘛。嗰時間10年前可能第一講會唔會有像人家安尼講有詐騙的嗰種感覺嗰時間下鄉到人家錄下的時間，會唔會有安尼見人會有疑慮講唔可以嚟做乜嘅呀？一個都會啲唔可以人人都改改好，嘴嘛可以甜，對人打招呼以後唔可以講我本身是滿人，我想愛來做一個文化方面的一種嘅研究所以有幾多問題我來請教唔得，你用我哋翻譯同人講，人一下都有辦法來接受。唔係講人去到講我可以問人慢慢嘅，唔係先同佢交關一下，培養一下感情，知冇？你老師你睇做一個田野調查嘅過程之中，你有發現到講，係細奶嘅，也係細妹嘅，也係講裝批，也係後生嘅，哪一度人都願意來分享一道我哋文化嘅故事啊？一般來講一個老人家裝批一定年紀時態比較啲好有生活的經歷經驗，所以我問幾多一道頭擺嘅事情，或是一點當地嘅風俗，或是一道食的東西嘅文化，種種問老人家比較的好了解。老師講到一篇有面對嘅問題講，做一個工作係算之前嘅工作完全冇相同嘛？你陸卡會唔會對你一個轉換跑道有意見啊？因為以前的電子工廠的講風來講應該係較好的工作，做一個文史工作的時間，可能你都冇按數列冇按好，陸卡唔會有意見嗎？當然也會有一個意見啦，但係我用嚟去排除因為本身對自家的生命自家的生涯規劃
有再进一步的去个探讨吼。来讲人爱活得快乐，莫个是也一生当中所喜欢、所追求的。哦，也个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啦，吼。唔确定的，如全心全意有热情、热心，全愿意下去做伊方面的工作。我相信有一日也會開花結果啦，哦，咁所其實對於一個工作來講，最主要係講，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尋到自己人生的目標，轉換一下，唔係單講我物質上的收入，其實我有一種精神上嘅收入安尼。安尼老師，你喺準備一個工作嘅時間啦，除了去翻書、去做田野調查。以前嚟講，對人嚟講，會唔會係一個問題啊？係講，目標嘅對象，我用目標嘅語言，你自己有安尼去學習過嗎？我這個本身其實我翻寫時候，我是喺好樂狀態。但係爸爸媽媽規定，歸來錄卡睇錄卡一定要講客話。國語都根治唔是講嘅啦，本身人睇工作啦、讀書嘅時間都可以用國語嘛。因為睇好樂狀你同好樂嘅細人落向下教了，凡是學習埋啲語言，你時機都最好。所以我而家講嘅好樂話都冇客家強啊。到而家我哋做討論技術，我針對冇強用嘅對象，我可以用冇強用嘅語言來講。安尼老師除了用語言啊，準備嘅工作，我還聽講，老師遇到一個工作，還可以去好協商變做一個嘅興趣，係咩安尼啊？協商更加對一般人來講是十分的普遍。但係唔做文書工作除了一個田野調查用文書去做記錄以外，另外最好嘅方式都係做影像記錄。用錄影來寫日記，用一種嘅方式是最好嘅。安尼老師，你翕相啊，工作時一中間地位，有幫你影響過層面翕到過有影響嘅個相片冇？一兩10年來做一道影像嘅記錄幾多一道落伍，人哋客家嘅貨房，幾多譬如講有一個用竹筒嚟去做嘅傳戳屋啦，還有一個土磚屋啦，木匠用嘅時代用木匠用嘅建材去做嘅，到根本人咧幾多一道落伍，都會拆黑，都消失咧，後台根本都看唔到嘅，人哋又陸陸續續有做安尼記錄，都成為一個文史工作最好嘅一個文化資產。真是老師按你講，我就有印象啊！更加咧還有個白宮，我哋以前咧白宮啊，我還記得以前辦事時都細細啦，無路嘅衝嘅，我哋講嘅分種式嘅嗰種風水嘅白宮，更加全部唔係都上到強用咧。老師你對一個你自己有乜嘅看法嗎？尤其是客家人對一個土地嘅一種嘅措施講嘅敬田拜天。也都基本咧對大自然咧一種嘅崇拜啦，尤其是客家人對土地公，人哋喊做白公，記錄人哋迄個所在嘅土地嘅守護神守護神。人哋咧一個先民最早來到台灣嘅時候咧，因為台灣可以講是平地森林啦，也就雜草叢生啦，就樹林相當多。唔對一片出去，唔可能都冇都歸到人類嘅所在所以呢，人哋咧自然對一片行出去，伊都會做記號。對一片往東差唔多有一道橋，一帶有一條大樹嘅，都會幫伊嘅縫補嘅。或者拿一塊個太塊嘅石頭砸下嘅做一個記號，對一太樹往左邊行反正一路行唔路做一道記號，對土地也一種嘅敬重，同時也做可以多轉來嘅一種嘅指標啦。原來唐老師按你講，在底下講，原來我哋白宮還有按你嘅故事呢。
其实平常安尼谈哦，都谈老人家讲，因为佢老师啊，也系太少条，可能有神灵哦，嗰时候他们帮伊咧缝补诶，冇想到原本还有安尼做记号嘅一个用意哦。错，因为伊个北京做到记号，伊个愈南定的先民来到台湾，米料也要需求，所以也是南定先民的智慧啦，用天然的材料愈石头，浸过太粒的石头来扎架嘅愈可以做嘅几可以记号。所以南定客家庄地杯岩石几多嘅所在，反有一個石頭白光。哦，有個石頭嘅，第一講，萬歲歲，伊個石頭嘅，你講哦，伊個石頭嚟嘅唔咩，你本太年十買，佢個白光，用嘅伊個石頭嚟嘅。哦，安尼老師講到人哋咧六隊文化其實幾豐富幾多嘛吼。對你嚟講，每一隊六隊，每一隊有乜嘅特別嘅特色，每一隊可以講出一啲冇？伊個我做翻咪個範咯，可以講所有六隊，對最別咧吼，你個面容一次延續到南定屏東嘅神秘家當，所有客家鄉鎮去行嘅當中也有相同嘅素材，也有冇相同嘅素材，也是特定來食嘅，所以我們會做深入嘅一個調查研究啦，面容。可以講，南定六隊地杯是最慢開發的一個客家鄉鎮，也點幾多年愈唔啲。但係到近半年咧，中北部嘅朋友係講到南部客家聽來，伊哋第一個印象都講面容其實是太嘅錯誤啊。南定六隊地杯最早開發的是喺竹田。一邊是新莊地帶，南定先民先入來地點都會喺竹田，所以竹田很多總隊。觀眾朋友，當個欣賞嘅時候嘅，荷蘭唔係按你凊彩講下都可以嘅呢。其實這個還可以準備深度嘅功課哦，唔怕我哋休息一下，見到精彩故事馬上過來喲。如果我哋六隊文化也係台南有那條神奇嘅故事呢，繼續來請教我哋宋先生咯。老師，頭先有分享到中隊同我哋右隊嘅部分有特色有故事嘅，還有其他嘅隊呢，可以點一下嘛？過來都有個前隊喊做長刺，仲有個聯絡，有個都前隊吼，最重要都有個聯絡有一個昌盛公廟。昌盛公廟也可以講，南定六隊客家最早來嘅太平嘅先民是昌盛公帶來嘅，所以有個昌盛公廟對六隊客家來講，有幾重大嘅一個意義啊！也算伊咧早期嘅起點都錯嘅。過來都有個喊做女僕，女僕都喊做後隊。女僕呢？最重要，如果也要土地最發，人口最多，主要有一個媽祖廟，還有一個崇禮祠，也係南定客家先民第一位有成立一個喊做客家義勇軍，為操練嘅素材，都會睇一個媽祖廟前面嘅廣場，過來都有個竹田，竹田頭都講過嘅，過來都有個灣萬，先鋒隊，用嘅喊做先鋒隊呢？其實也地杯灣萬幾多嘅先民係一個昌盛公鄭家軍咧，也就邊疆幾多都提一個灣萬，所以一片有幾嘅一個武舉人、武秀才，所以一定比較你個有作戰嘅經驗，所以一定都初先行都嘅先鋒隊，當地有一個國旗名嘅話，你講灣萬妹嘅。冇騙人，有個台南人六隊體系有流傳咧，規法神秘家當咧，做隊嘅部分，入邊都嘅一個做隊唯一靠海嘅都家當，
家长呢也偏咧古籍上当多，最多也古籍咧愈摕家长，所以家长嘅人文历史也非常嘅丰富家长呢愈会出医生，出医生最多嘅愈会家长也个有杨氏宗祠啦、萧家古宅啦，还有也个侧门。闸门也都拢有列入也个三级古迹特别来讲你讲家长嘅面拍板同其他六队长无共样，也偏会参与几多海产类嘅东西，摕也个板嘅地位。所以也个愈海产类嘅也个面拍板，也个愈高特殊，因为伊靠海也个海产品愈过丰富。哇！虽然讲有示范的，不过谈到欣赏安尼讲，马上又最近又下来又想来试一下。其实安尼六队文化堂老师安尼讲，其实点的虽然讲点一下，不过真是有几多几丰富的部分。安尼除了六队的文化之外，还提讲老师你除了客家文化，还特别为到也个去学习其他文化，系咪？你还有去学习其他嘛嘅文化呢？方才我有讲，我头摆凡世体活络状态所以同活络人共下生活，如果去注意讲活络人。伊哋咧生活方式，或是伊哋咧风俗同客家人有乜嘅无共样嘅所在。因為我從細我都對人咧有興趣，我都會觀察，所以我咧做討論介紹咧時候我會將客家文化同河洛人嘅文化去做比較。有乜嘅優缺點，我也會做比較。所以睇嚟講，如果過神奇，除了呢，凡有原住民嘅人法，亦都習慣種種。我會做無共樣族群咧，也仲係比較，甚至於難定更加台灣幾多新住民也嘅文化背景我係失敗啲，唔能可以去做個比較，整理出來根本上相當奇妙，相當神奇。其實文化最神奇嘅部分就係講有無共嘅文化可以互相嚟交流嘛，錯嘛？講到鴉片老師，我真是最想談一下講，我哋對河洛原住民也係講新住民。文化有那條比較好咯，有那條無共嘅。老師你可以記下嘅你嚟講能講好冇？比講講咱哋羅祖先迄個也喊做火鍋房，河洛人都講紅下厝。咱哋對伊個塘下嘅，咱哋客家嘅塘下最早純粹都拜咱哋嘅祖先。佛教、土教嘅神明冇咧拜嘅，因為咱哋客家嘅觀念都講冇將個陽神同咱哋祖先嘅陰神擺喺同一個神族當中，所以一句話嚟講都講客家人嘅觀念都講神在廟，祖在堂，所以也個都分得個清楚。但係河洛人咧唔係，河洛人咧神族當中也就佛教、土教嘅神明會拜，哋也有數片人去拜伊哋喊做伊個公媽嘅神主牌神主牌。咱哋講塘下，河洛人講公媽廳，所以也個都無共樣嘅所在。再我又講也個喊做拜田咱哋拜嘅田公路，咱咧田公路會提也個。也個室外，你睇也個無塘嘅，也個路難定客家人咧田公路，河洛人咧田公路伊哋喊做三界公路，三界公，公路也沙拉田路嘅伊哋咧公媽廳嘅當方嘅電梁中間會掛一個香爐，掛一個香爐，拜會拿墩頭嘅，去上去插香，所以也就文化有所不同嘅所在，咱哋客家人會提嘅塘下嘅神族底下會拜土地良神，也個像客家人有，所以也個文化上嘅差異，當然還有其他幾多啦。你老師對人哋嚟講其實土南先生帶人哋，如果帶有無共樣嘅內容喺地位，不過對土南先生嚟講但係對象無共樣，係唔係有無共樣嘅方式來應對啊？當然也有細一個小學的小朋友，一直到70、80歲嘅也都裝逼。唔同時面對很多人唔可以用嚟講，也個如果看我人嘅功力對小朋友嚟講，我用兒童的語言。
好，通常讲用儿童的对法嘛，我会看嘛个叫车的方式嘛。错，啊，过度吼，我讲的有一种的sen发性的东西，讲的有一般sen发性的东西，太感人路的谈的说，吼，因为伊也个路的大家共有的生活经验，共用的语言，嘿，吼，啊讲也好，啊所以太感人路了解，啊，唔过层的东西。我会推简单化来讲，或是做其他的比喻，做很多的比喻来深入浅出来，讲出伊个道理。啊，伊个呢，不管伊个论文太细，也会教育长途，国外大，全款如堂来说。按你老师对你来讲，头那么就对象目标讲，你最强拄到嘛个状况？最强啊！你讲吼，体育的团体地位啊。佮安尼实际人呢，伊话走上走下吼，佮会影响到我咧介绍咧一种咧心情，啊，话说留个安尼嘛个啊，富人家，因讲三人姑六婆，愈三人四个摕个个国文化，会影响到啊吼，啊也种个情形，我都比较的过困扰，啊，碰到一情形，七搞我有办法解决，用解决啦。唔讲到一般咧，你麦克风你拿下来，莫讲诶，点片一定会奇怪，按用点片就冇讲诶，一定你会感觉到，哦，你係有人咧讲法吵闹到，啊，所以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啊，你除了一种方式，一个状况之外呢，老师还有拄到某个本影响过什么个情形吗？影响过程咩？当然，唔做导览解说员，唔咩100%唔咧讲。我有quite多人会问题，有办法回答嘛，所以伊也如果看也要功力吼。有办法讲嘛吼？老师，你有本问到过的情形？都目前为止完无啦吼。也会挨各自夸咧讲哦。还目前本人考到。啊，也个问题，如讲人随时乜嘅时候会问人，万人会问，真难去吓，完全唔对。啊，所以也要心里啊，如果有所准备。所以我做一条土南介绍，其实唔係按單純像100%客家文化，我講嘅內容相當多，可以參觀廟，各種嘅廟有佛教、土教，反正也就基督教、天主教，各種無共樣嘅宗教，唔可以去了解，我去做功課，乜嘅神明呢，伊嘅背後嘅故事典故唔會知。所以講嘢嘅，如果講咧夠精彩，人們都嘛嘅，你有辦法講，啊，有個廟地杯有幾多嘅所謂的裝置藝術啊，當講有個雕梁畫棟啦，各種嘅也都裝置藝術，唔像佢如何啲，我講地杯故事，我講嘅非常精彩，唔係。都市地杯有東西啊，你講嘅一精彩。我感覺最滿意嘅人客有同埋俄羅過一句話啦，吼，也係一個小學老師嘅團體咧在參觀吼。結束嘅時候有一個女老師對我講：宋老師，聽你這麼一講哦，今天聽君一席話，勝讀10年書了。真是唐老師講嘅內容啊，真是比起圖書館翻書還更加豐富呢。哇，觀眾朋友，等一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無論係上課，也係導覽，大部分都係靜態嘅方式。有其他導覽嘅方式嗎？繼續來請教老師咯。先生，頭有講到導覽啊，大部分都係上課嘛，也係講聽聽嘅導覽。有其他導覽嘅方式嘛？像最近有個流行嘅騎腳踏車嘅旅行嘅方式，嗰時節也可以做導覽嗎？我之前帶可能我認識來嘅團體如果坐也就遊覽車。之前我會推薦規劃一個行程。
去某个景点吼，有安排。假如初游览车到景点以后，咱推荐做定点解说啦吼，遐种个方式。但你也经验哦，过流行起点也个脚踏车单车旅游单车慢活安尼行尤其是陆队客家也个乡镇地区吼，拢会去规划自行车道，由也个景点用来行所以19人年前都屯也个竹田乡公所做过几个也个旅游行程的计划也有做也个导览手册，也有规定到也个团体反正也个单车协会请来规划行程你起点脚踏车，半日游、一日游的也有古时候老师其实唔但像土咱还可以请的，规划这规个行程1年、2年、3年的也都可以去参加，唔错嘛？错。老师，你发吼，其实我们客家文化有几层那个故事体底背，土咱研究嘅时间底背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也好，也系好老嘅文化。这个有一套嘅 SOP 也系行得讲，土咱有那条原则，也系讲 SOP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嘛。也个我也有去上过几道也就导览解说的课啦请人来去做讲师推荐做训练。但你爱训练一个导览解说员，唔系咁简单你看像还去做田野调查，还去反薯，甚至这个还去上木工的课，真是培养一个土咱的人员，甚至于讲欣赏，真是冇咁简单呢。也个如何自我充实因为24点钟除了睡眠的时间以外，如何投入喺生活当中？你喺生活当中如何一种嘅学习？多看、多听、多行，安尼慢慢来去习做。所以做导览解说，天文地理如何知古今中外要资讯熟悉，如何知？咱有办法融入你讲嘅土南解说也个不单纯的也个客家文化，我用来去融入。我哋介绍客家货房也好，介绍也条猫，本身要有一天的基本功啦，咱可以去分析去咧讲。我甚至于介绍客家货房，我会讲到体理风水，也个屋重用的，左右有用的，会讲也个体理风水。我相信一般人最好谈故事嘛，谈也个物个也个鬼神的故事。谈体理风水，也个太家人都有兴趣的。老师，用有法度好讲，一开嘴都想到嘅咧，你会用乜嘅方式来做开场？也个简单讲做土南介绍人，完全接到也个团体之前，如爱先你问，也个团体是乜个团体？也会长途用嘅，定所需要喜欢谈的是乜嘅东西？做土南介绍最重要的，用简单的话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用这种的方式唔去讲，如何符合一定的需求啦也个之前如果先做也个功课去了解，咱可以体育的准备，我讲的内容是乜嘅？讲的也个地背内容係三面原則第一個知識性，第二個學術性，你會大學啦、研究所，以前呢我講比較有學術性的。一般來講，你要具有趣味性、幽默性，掌握這3個原則，你都可以講得幾精彩。講到鴉片前面老師你有同人哋分享過，你對個客家文化有特別的特色人哋又有講到白宮人哋想講除了白宮之外，其實講到人哋客種地方還有咧講親特別的東西，講到金絲田。老師關於金絲田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嗎？咱哋客家人客家傳統嘅文化，家庭教育有什麼嘅如果講詩書傳家，書香門第，所以喺5、9歲嘅伊個門流嘅兩篇有寫也兩句話。
一等人忠诚好治，良田是特殊耕田，吼几多生意地位有所谓的勤耕雨读，所以咱哋客家人几千年来如天威称为鲁农，为特殊的农人，也系为耕田的特殊人，所以耕土也两件事情。以古代来讲呢，士农工商，士跟农，天田屯天二田呢，鲁南田客家人来包的，所以有个鲁客家文化嘅传统不说安尼话，金丝田都等于讲客家文化一种头讲的特殊的具体表现有错嘛？安尼金丝田最主要功能系乜嘅啊？其实金丝田是一个儒家孔子所传下来，所以睇一个孔庙地位会有一个金丝田。客家人传统的观念都讲特殊，所以会对一个文史一种的尊重。有写过诗的字是唔得南山跳天来讲，旅游就跳天来讲，也一腿念起来，来金丝田来授血，等于讲将一个顾生贤所发明的文史回归本天庭的意思。所以咱哋生活当中可能咱哋头摆读书的时候，咱哋的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反正总比会同咱哋细人的讲乜嘅话。有写过诗的字，唔好乱跳报纸啦书唔好用等的当方师傅操作上去因为唔系安尼做表示唔有个细人唔晓得读书。来糟蹋一个古圣贤的文史，我相信每个人有本总比安尼讲过。有真实嘅万世世界都安尼本讲过。安尼讲方咧，除了用书写，更加用天龙印出来的诗，用也可以送到金丝田地去收嘛。一个时代用木用的更加你讲的都环保。一个资源回收，所以一个都纸会回收再造纸所以一个时代有木用。不过一个几千年来，咱哋咧家庭教育都会安尼教，所以对一个文史相当的敬重，所以会有一个金丝田。这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没错嘛。你除了金丝田系人特殊的之外，其实六对地北头都老师有讲到嘅青岛的博士系出来睇米农。米农嘅风水系咪真规好？你才可以出嘅博士安度而家嘅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讲第一个都讲米农嘅天地风水好。而家有个龙脉如果对岐山。一直有个米农山绵延不断各种一条流，所以睇一个龙脉嘅一个体质，如果出几多能人，出一条博士其实一个係用天地風水嚟講，都安嚟講。唔過我用另外一個方式嚟看，用嘅米農人有才調，培養也要自己去外國留學拿博士。最重要嘅經濟愛好啊！錯嘛？除了講自己乖乖讀書，另外家庭地位要有幾好嘅經濟能力，唔能有辦法支持自己去後面去留學。當時米農嘅經濟佢客家總地位也會經濟最好，用嘅主要一點嘅農產品去做鹽咧、煙葉。以前呢個比較高經濟價值的一個煙葉，所以呢家家戶戶種鹽呢如賺大錢，有錢去支持自己到一個後面出國去留學。所以有一兩個條件等於你講清華讀書天嘅經濟愛好。而家嘅都愛用過科學嘅方式去推做一個推動，就是講，好奇妙嘅講，佢而家嘅風水好，天氣環境好，其實講方來顯示嘅部分咧講，牽涉到嘅歷史嘅發展，佢嘅農業嘅發展，佢嘅經濟基礎幾好，嗰時當有發到好培養安多人才。嗰時其實六隊嘅文化，人哋有幾多嘅歷史文化，其實可以用現代嘅方式來作為咧重新嘅解釋，本大家講跟大家講，人哋客家文化原來係有按豐富嘅內容。觀眾朋友，
根本呢，老师按你讲，大家有了解讲，咱的客家文化其实还有几多神奇的故事嘛。其实他唔怕大家有兴趣、有能力的话，自家多行出去吼，去聊聊一下，去可能溜对地方聊聊，不管乜嘅故事，蛮多人呢，记录一下来，某一天也可以变做挺厉害的图兰先生哦。假使讲这是魔法的话，唔怕，请俺的宋正敖宋先生吼，对带人来去聊聊，同样也可以学习到几丰富的客家文化哦，顺势天主保存俺的客家文化。今日真欢喜哦，宋老师带来很精彩的故事，多谢哦，老师。感谢主持人郭本以及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欢迎您来六对客家来了，带您去看一道景点囤去食好食的东西哦。出去聊聊之前，坐在安久的先屯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运动又来耶！谢老夫先生，今日要教大家向下来运动哦。今日我哋學嘅係我哋彈力腿嘅運動，有啲彈力腿簡單又實用，喺賣場仲有得賣。大家買一條老人家做手嘅動作、腳嘅動作、腰骨嘅動作。幫助我哋唔會崩倒，真好用。慢我哋嚟開始嘅哦。手打開來，放開，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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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也係我哋手喺田同之前，換身體熱烘起來哦。再sit下上下，放開，放落來，打上去，我哋手運動身體，運動暖手來哦。慢慢地放落來，手頂。打開來，慢慢地放落來，做過來，打開來。theo nào用寬檔空綁。我哋慢慢點10秒鐘，1、2、3、4、5、6、7、8、9、10。慢慢放過來。一慢我哋嚟做。手打開來運動，放10秒鐘哦，盡量打開來哦。預備開始，1、2、3、4、5、6、7、8、9、10，挺好哦。不剛剛我哋手順軟，要挺黏黏呐，黏黏呐你，精神落來哦，再來一片挺黏黏呐。不順軟你精神哦。來再嚟做10秒嘅哦，打開來，放開來，1、2、3、4、5、6、7、8、9、10。夠好哦，再嚟做一擺哦。打開來，1、2、3、4、5、6、7、8、9、10。我哋嘅手就可以會順軟，都係我哋手有啲用力，下擺我哋老人家做嘅動作，手有力做乜嘅事情都夠方便哦。再嚟我哋打開來，同我哋腰骨彎過來，嚟放開兩我哋兩邊嘅腰骨咯，向下嚟做。開始哦，10秒，1、2、3、4、5、6、7、8、9、10，上來，再落來，1、2、
3、4、5、6、7、8、9、10上來，再來1、2、3、4、5、6、7、8、9、10都安尼來訓練背嘅力量，用個後面是安尼打開來，講起來來做10下，1、2、3、4、5、6、7、8、9、10前後再來1、2、3、4、5、6、7、8、9、10也望安尼呢，數字傳出去嘛係傳出來1、2、3、4、5、6、7、8、9、10每一篇1、2、3、4、5、6、7、8、9、10兩篇再來做一擺1、2、3、4、5、6、7、8、9、10每篇1、2、3、4、5、6、7、8、9、10安尼數做到安尼差唔多的，安尼來用腳腳方直放上來，注意安尼眼看呢，用好勢安尼對一隻數開始放一下1、2、3、4、5、6、7、8、9、10再做10下1、2、3、4、5、6、7、8、9、10安尼是得問到後面書本嘅後面愛扣一樣嘅慢慢地安尼愛扣嘅，安尼來愛看先嘅也咧唔是所以到下看這個開始點一下降落來，輕輕嘅放上來愛扣一樣嘅也咧可以訓練安尼一篇本一篇有力咯再來一擺放上來降落來，再來放上來降落來也咧本安尼手臂還有也咧胸脯變有力咯，有力下擺望到輸入唔會危險兩篇鐘我來做也嘛來試看一段有片的來
也慢一樣去放上來哦，做10下，1、2、3、4、5、6、7、8、9、10。再來做一擺哦，1、2、3、4、5、6、7、8、9、10。後面嘛係哦，數放上來，上腦背，一球嘅用用哈，1。用力，2、3、4、5、6、7、8、9、10。也咧力量即個第二樣用吼，唔是太重主要鍛鍊我哋一片的手的力量，還有胸部的力量，你那麼有力，也咧鍛鍊佢對手做到腳相當的方便。記得基本上我哋教的鍛鍊佢對手開始哦，對手開始放開運動。做兩片的慢搖的動作，慢搖嘅話，我哋後面數傳出去，慢搖兩片，傳出去，也咧運動，還有腳放上來運動，也咧種輕重要對老人家來鍛鍊我哋手腳的力量。基本上也咧鍛鍊佢。大家好背嘅冇？要記得咯，好好運動，我哋下禮拜見面咯。